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啊平安夜今晚先祝大家咧聖誕快樂。我諗咧可能都唔少朋友晨早咧攞定假咧，搏到成個星期都放假，甚至乎咧可能飛埋去旅行噶啦。係啦，咁啊而又講翻曼聯啦，嗱最後一晚 Boxing Day 嗰晚咧，英超獨腳戲就係咧凌晨4點，曼聯咧主場咧就會對紐卡素。嗱，曼聯咧數下咧，原來咧就自10月尾啦，主場咧贏完白里頓之後，就已經咧有成2個月冇喺主場贏過波噶啦。再加上曼聯咧現時咧就陣容咧天殘地缺，呢鋪咧對住非常硬嘅紐卡素，預計咧肯定咧又係非常難打。嗱，最新賽前消息咧，有冇咩球員例如麥佳啊同埋迪利特嗰啲咧，可唔可以復出翻呢？就未知，要等埋咧賽前記招先。而今次條片啦，就主要咧同大家 focus 翻喺咧曼聯咧喺即將開始嘅冬窗，有咩緊急嘅轉會計劃可能部署緊，同埋咧講埋咧最新嘅轉會消息，包括咧斯曼尤嘅最新決定啦。好，咁啊，關於斯曼尤啦，嗱重磅消息嚇，再前一日咧，其實咧就車路士都有咧一度咧加入埋戰團咧就係爭，即係咧英超 Big Six 之中啦。基本上咧只有阿仙奴咧就冇侵過隻腳埋嚟嘅啫。而而家斯曼尤咧根據各大記者嘅報導，係已經咧有足個人決定咧就揀邊間球會啦。首先利物浦咧之前咧就講到話有興趣啦，但最終咧就冇實際出手。而熱刺早前咧就已經較早幾日咧就俾斯曼尤咧根據記者報導係禮貌地咧拒絕咗啦。而車路士尋日一度咧有傳過咧都有 call 埋嚟咧問情況嘅，但衡量過後之後咧就自然咧退出咗。然後就啦，最終咧就剩低翻曼聯同埋曼城兩者之間咧就會爭斯曼尤。咁啊，根據轉會大神啦 David Ornstein 尋晚嘅最新報導，斯曼尤咧就已經決定好咧 prefer 曼城啦。據指咧佢咧就係考慮到最大嘅因素咧就係覺得去曼城長期嚟講咧就有更大機會贏更多重要錦標，所以咧今次咧就揀咗曼城。係啦，而曼聯其實咧都努力到最後㗎啦，出晒手啦，連續咧 push 咗幾次 ，keep 住咧有去傾。而且咧，而家咧有傳翻，曼聯咧其實咧就冇打算叫斯曼尤打翼位嘅 pitching 嗰陣咧，都係咧想定位咧最前線嘅攻擊球員咁去用佢，但最終咧都冇辦法，都係咧爭唔過曼城。嗱，咁啊今次呢次爭奪戰啦，如無意外咧就過一段落㗎啦。暫時咧係未 formal嘅，但應該咧就冇咩特別阻礙嘅話，就會咧曼城順利地搞掂埋啲手續咧，然後1月開始咧就會正式轉會過去㗎啦，斯曼尤。而同時間好快呢邊廂咧，曼聯爭唔到斯曼尤啦，但好快咧就即刻咧有另外有小道消息指，曼聯咧就已經有睇好咧另一個新嘅幾有潛力嘅目標人選，係萊比錫嘅新仔咧小將迪奧文迪，只係咧滿咗19歲個零月嘅佢咧，今季德甲好快手呢14場波已經入咗6球噶啦，係冒起得好快嘅一個新仔。嗱，不過咧關於呢單傳聞咧就好初步嘅，係睇住先啦，留意住先，同埋咧諗咧可能咧都係夏天咧先會真正考慮。咁啊，如果有咩進一步消息啦，關於佢會繼續咧同大家跟進住。係啦，咁啊之後關於曼聯咧，而家斯曼尤咧本身就追咗一輪㗎啦，都唔係臨時決定。而最新咧對上一場波，班奴嘅突然受傷，其實而家咧就可能促使緊曼聯咧去做一啲咧緊急嘅轉會計劃。嗱，根據咧最新報道啦，曼聯喺對上幾日因為班奴嘅受傷，連埋美奴亦喺陣前受傷，兼夾咧美奴本身嘅去向咧都係未有定案。咁喺呢啲情況加埋晒之下啦，據傳咧曼聯對上幾日係進行咗咧內部會議，特別咧就去傾睇下咧點樣處理同埋揾解決辦法，睇下咧係咪真係咧就要1月咧就要買中場先。咁啊，傳聞中利維斯對上幾日咧都有出過片咧同大家講到㗎啦，曼聯咧就據指咧內部係有討論到咧利維斯，但仍然咧就未有決定係咪真係要出手去傾。而沙特嗰邊啦，利維斯咧就剩翻咧最後1年約，而如果佢哋傾唔成續約嘅話咧，甚至乎而家預計沙特可能咧超過15M 嘅報價咧，就已經考慮放啦。而仲有嘅加拉加嗱，一直咧有傳咧上個夏窗臨尾結束之前，曼聯係出過咧借用 offer 咧，但俾馬體會咧拒絕咗。而而家加拉加嘅取向咧都係對翻咧翻嚟英超咧就持開放態度。咁係啦，加拉加可能咧會係曼聯今個冬窗喺買中場嘅話咧會考慮嘅人選之一。不過咧仍然咧有個問題咧就係馬體會咧就唔傾向借，要放人咧就只會考慮直接賣。而賣價咧可能咧就係30M 左右，咁啊就唔知曼聯到底會點樣決定啦。係啦，咁啊其實講翻啦，嗱曼聯有能力出價去買斯曼尤，就證明咧有錢可以使嘅。而而家咧追唔到斯曼尤，最直觀嘅諗法咧當然咧就係冬窗咧就補一下中場先。中場今季開季以嚟，大家咧都睇到係曼聯3線咧最薄弱嘅一環，再加埋呢班奴嘅突然傷埋啦，咁啊就睇下咧曼聯最終會點樣諗啦。
錢咧有就有嘅。東窗咧就唔預買最重磅嘅目標先，但一定咧就夠買翻個咧有翻咁上下實力嘅即食型嚟用先。而家咧就係睇咧出唔出手啦，同埋咧會唔會接住落嚟有更多其他目標人選就報出嚟啦。而另一個可能影響曼聯會唔會東窗買中場嘅因素咧，而家咧可能就係要取決埋呢舒一斯咧到底係咪走啦。嗱，最新羅馬嗰邊嘅風向咧已經越吹越近，最新係有傳羅馬呢出埋價係5M 嘅借用費啦，30M 嘅季後買斷 option。而如果羅馬最終拎到歐聯資格嘅話咧，係仲會咧俾多5M bonus 嘅添，即係咧計埋晒有成40M嘅 total package。嗱，留意翻咧羅馬咧而家咧喺意甲咧就排緊第4，呢個 bonus 條件咧的確咧就係有實行嘅可能性㗎嚇。而羅馬咧據指俾舒一斯嘅承諾咧就係會俾咧正選俾舒一斯咧場場踢，咁啊舒一斯呢方面據報而家對轉會羅馬咧都係持開放態度，咁就係咧又係睇曼聯決定啦。嗱，我自己而家球迷角度睇下，曼聯呢前鋒位石斯高之外，估下咧就可以兼踢到，仲有必要時咧安保姆咧都可以上得呢個位嘅，即係前鋒直接季尾咧都應該夠使嘅。而攻中位就更加唔使講啦，咁計法咧舒一斯咧的確係阿摩連唔用嘅話咧就放得。至於舒一斯嘅角度咧就嗱，佢去羅馬咧就可以踢翻，爭取翻去踢世界盃，兼佢嚟曼聯之前嗰季咧喺意甲咧就係最佳青年球員。嗱，咁講法咧佢想翻去意甲又真係都適合嘅喎。咁係啦，我諗啦呢單 deal 咧其實咧就做得過嘅。嗱，我呢度講嘅咧就唔係舒一斯嘅能力，而係咧講咧阿摩連唔用嘅，而前場陣容位置又夠嘅，就真係咧就可以放生舒一斯呢一條生路。其實咧對大家都好，而曼聯咧拎翻錢咧嚟去補中場位就最啱計法啦。而另外啦，烏加迪同埋土耳其嗰邊嘅傳聞咧，亦都係繼續。嗱，加呢塔沙雷呢據傳，亦係咧俾咗個咧先借再加 buy option 嘅出價咧，就俾曼聯，總價咧大約咧就係25M 嘅歐元，即係咧曼聯喺前個夏天買烏加迪咧一半價都未到。嗱，咁關於烏加迪咧就都幾麻煩，阿摩連咧已經 show 晒出嚟咧就唔想用，上場咧冇晒人咧先焗住出，而出到嚟咧又真係咧表現咧完全跟唔上。但而家咧，如果話東窗就賣嘅，就一嚟咧價又真係低啦，二嚟咧曼聯嘅中場又真係暫時缺人，咁啊烏加迪嘅情況咧就係複雜一啲嘅。嗱，我估咧可能就睇下咧中場咧買唔買先，又睇下咧價位上傾唔傾到咧再好少少先，跟住咧先再定奪點樣處置佢啦。係啦，咁啊講晒曼聯嚟緊可能嘅緊急轉會計劃同埋轉會傳聞最新消息之後，都跟進埋咧般奴嘅最新情況啦。嗱，官方消息咧暫時咧未見有透露到咧到底咧就要傷幾耐，而傳媒消息咧而家就指般奴咧可能傷嘅時間咧就會1個月左右，計埋咧可能就要缺陣咧嚟緊對紐卡素、對狼隊、對列斯聯、對般尼、對白禮頓同埋對曼城嘅一共6場比賽。可能咧就係要去到1月尾啦，對阿仙奴咧先至會復出到。嗱，呢個咧就係暫時傳媒估嘅大約時間。而同時咧，其實咧都有啲講法就係啦，曼聯嘅 target 咧其實係對曼城之前咧就想睇下咧般奴咧可唔可以講到復出到。嗱，而家咧就係真係最唔啱嘅時機嚇，非洲杯咧走咗主力，般奴咧先嚟傷，而一直咧等緊位嘅美奴咧又話同時都傷埋喎，咁啊中場就卡斯停一場咧就可以出翻嚟嘅，而另一個拍檔位咧我揀嘅話咧就我諗利馬咧就住上場打咗45分鐘防中嘅表現，俾到我嘅信心咧應該咧就會俾得多過咧而家嘅烏加迪先。咁係啦，我揀嘅話咧打紐卡素可能咧就會利馬咧就搭卡斯咁樣出先啦。係啦，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想支持我嘅話，再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 join 翻呢個 YouTube 會員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